若继续要来讲上班，若有同事不是咧请假，应该是真头疼。台北嘉义就有一个管理员，今年1月到2月2个月加起来，敢若上6天的班，但是薪水甲其他的同事是领平济，拢是领5万外块。这是同事相当的不满，因为伊常常拢是临时来请假，造成人力的调度困难。台北嘉义是来回应讲，是请病假，拢有附证明，拢有符合着规定，讲因未来会加强来辅导。开门，拢会真谨慎。感觉的管理人员工作量是真重，特别感觉，阁是北台湾收容人数上侪人的感觉。平均每一位管理人员要介护13个受刑人，人力是真吃力。不过，即马数一个管理人员真够请假，2个月敢若来做6天。除了要防止受刑人走去，该负责接客，不过，有一个姓吴的管理人员3年前来这做，去年开始就真够请假。伫咧今年1月2月，本来应该做38天，所以敢若来做6天，而且阁拢是临时临邀请假。2月份叫主管约谈，不过伊讲，因为天气变化，老毛病骨镜头举起来，爱早起时确认身体状况，才当决定敢会当上班。不过，算嘛是和同事同款，1月前领5班。都互同事感觉真无变胖。只有检具这个合法医疗机构及医师证明，经科室主管按病情及医嘱内容，和与一定日数病假上符合请假规定。感觉强调会继续加强辅导，不过其实这个管理人员去年因为临时请假，甲主管讲，所无甲排班的同事讲，真无简单联络到，甲伊问讲是安怎无甲因讲。嘛讲伫咧勤务会当甲你骗，随口提告恐吓，检察官尾后伊无起诉处分。不过，同一个案件，主管尾后冒传电子批甲伊讲，破病请假24点钟内无敲电话甲同事请假，伊认为主管是伫咧不落去无负责任，嘛个加重诽谤。即马案件当伫咧调查，不过定定临时请假造成别人负担，主管和同事阁扣家己人口，恐惊嘛互台北感觉是偷看莫力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